大家好，我係八姨婆。今集咧講啲重要嘅資訊俾大家睇同聽嘅。公屋咧就可能要加租噶啦。咁其實係上個月嘅月尾已經講緊噶啦，但嚟緊最快，如果真係房委會通過嘅話咧，新租金就會係10月1號生效。咁即係10月咧，大家如果住緊公屋嘅話咧，就要又加多少少租。咁又唔係話真係加到好離譜，係可負擔嘅。不過我八姨婆覺得始終就即係你公屋嘅話，咁其實都多老人家多長者，咁就最好。即係我嘅立場就覺得唔好咯。咁但係佢要加去抗通脹或者係即係唔係加得太離譜嘅，咁亦都要接受嘅市民。咁啊，政府建議公屋加租2.04%啦，每戶咧大概啦，平均咁計唔定嘅嚇，即係係。去到百幾蚊都有，好似有啲係120蚊都有。但係如果平均咁計呢，暫時每戶每月平均加51蚊，咁啊51蚊夠食個2餸飯㗎啦，咁樣係啊，咁啊加餐飯嘅價啦，咁樣咁如果房委會真係正式通過，新租金會喺10月1號生效㗎。咁大家都知公屋嘅租金呢係2年一檢嘅，一定係會加下咁樣㗎啦。咁而政府建議房委會咧按既定嘅機制上調公屋租金2.04%啦。咁我哋當平均月租咁計啦，3月咧公屋嘅租戶平均月租係2519蚊。咁加租2.04之後咧，即係平均每戶咧係多俾51蚊嘅。咁你自己計咯。如果你係2000零蚊租嘅，咁你咪可能俾多50蚊、51蚊。咁如果你係有啲好大嘅公屋嘅，咁可能係貴啲，咁4000、5000都知都有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可能就要百幾蚊噶啦。咁而每月租金上調係啦，呢度有講個 range 嗰個限嗰個程度俾大家聽啦，大家可以聽住啦。每月租金上調金額介乎10蚊去到128蚊，即係話可能係加10蚊最低，亦都可能加128蚊係最高。咁就應該係視乎翻你個租金本身係幾多錢啦。咁越貴租咁咪會加幅越大啲啦，咁樣百零蚊咁樣啦。咁其實有17萬住戶度啦。係會加41蚊至50蚊，最普通嗰個 range 咯。咁而其實都大家得個支持啦，都幾有可能噶啦。其實咁而加幅其實會有影響噶嘛。咁所以有啲人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。咁其實有啲市民都話，所有嘢都通脹，咩都加，公屋加都合理啦咁樣。咁啊百零蚊會唔會好大負擔？佢話都唔算太過分咁樣。即係我覺得都係咪合理呢？都係嘅，即係你通脹啊嘛。咁但係我都係講一句，長者呢啲就唔好加咯。即係，你嗰個咩長生津、長生津好似係4000幾蚊啊嘛。咁樣或者生果金嘅係更少。咁就即係你加多，對於長者嚟講，加幾十蚊就係幾十蚊噶啦。咁樣佢話有啲訪問有啲女士就話最好唔好加啦，揾工又難，人工又低，福利又少，小朋友嘅消費亦都貴。佢話2000幾蚊一個學期啊，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大部分都係唔會想，邊個會想加租啊？啱唔啱啊？冇可能啊咁樣。咁而呢，公屋聯會代表招國偉亦都話呢，呢一個增幅覺得係溫和嘅，係啦，溫和嘅咁樣。梁文廣啦都話係溫和嘅，咁佢就話啦，24同26年呢有啲經濟狀況，令到呢部分公屋嘅租戶入息呢冇太大上進情況，所以呢就封頂啦，對比起上次10% 啦，但係呢經濟似乎有啲疲弱嘅狀況，咁10幾年前到而家，其實居民租金負擔大約只係佔9至10%，相信呢冇明顯嘅加幅，係一個可負擔嘅情況咁樣。咁其實講到咁，我覺得都係加㗎啦。咁所以大家就留翻餐飯錢咁樣就愛嚟交埋個租咯。一餐飯呢2餸飯到啦，而家2餸飯都要你貴嘅好食少少嘅都係要50幾蚊㗎。咁你揀個3餸，揀個白鱔，咁所以呢一餐飯嘅價錢到啦咁樣，我覺得合理，但係唔好加係最好嘅。咁除非你加多少少咩長生津啊，加多少少福利俾啲長者啦，咁又唔同啦。咁嗱，新租金咧同大家講啦嚇，10月1號咧就會生效噶啦。如果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通過建議嘅話，咁亦都係會嘅咁樣啦。咁講到啦，咩租客嘅悲歌咁又唔係，咁租公屋就即係唔會係悲噶啦。其實有啲好多人都講話得公屋得天下，已經慳翻咗好多。即係當然係因為嗰個經濟狀況唔許可俾你去出去租私樓啦，或者係其他嘢啦咁樣，其實都算係即係一個好好嘅福利嚟嘅。公屋確實係咁樣。
係啦，咁就係一個可接受嘅水平啦。因為而家咧都係講啦，係經過長時間討論同埋公眾諮詢咧去達至嘅租金咧，只係佔租戶收入唔超過10%啊。對於私人市場嘅30%咧，相信係可以保障到咧公屋租戶嘅生活，咁樣都考慮過嘅。咁樣係咯，即係咩都貴，咁加翻幾十蚊咁樣啦。係啦，咁啊唔知你哋點睇啦？咁啊提一提大家，如果大家想睇呢啲咁樣嘅社會熱話資訊啦，或者一啲社會福利政策，或者係一啲民生嘅議題嘅分析，或者資訊嘅接收或者分析嘅話，記住訂閱八姨婆嘅頻道，我會為你哋跟貼同埋跟進㗎。下條片再見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你哋對政府加租加大約10至120幾蚊，平均加50幾蚊，有乜嘢想法呢？咁樣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記住訂閱八姨婆，拜拜。